恭请吕典团师慈悲前道鞠躬，坤道鞠躬。典团师好。典团师好。各位好，大家请坐。坐下。对来前提，各位先请各位书，各位来在这伟大的妈妈以及我们的同修大德，大家早安，大家好。典团师好。今日非常的欢喜，怀着非常感恩的心，来和各位做伙庆祝着咱今年度的这个母亲节。台湾要来过母亲节，机会足少。那么今日看到大家非常的欢喜，嘛非常的感动，因为咱坐伫遮的母亲非常的幸福。你讲知影，今日咱的母亲有诶进入病院，有诶进咧做工课，有诶进会使讲你无用做一个代志。那么咱今日会当伫遮来讲母子母女共会，会当的圣堂来传播这个圣会，这是咱足有福报、足欢喜。那咱知影咱讲必先后为先，爸母是外神仙所以咱今日知影修道办道，会当带动着家庭一代一代会当参考，这就是上报着咱的老母娘，嘛是报答着咱的祖先报答着咱的士大人最大的一个心意所以遮深深祝福咱天下间的母亲，大家身体健康，咱在座各位大家家庭圆满，富贵双收咱的道福丰典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刚才报道到这，深深祝福谢谢各位，谢谢。感谢吕典团师慈悲前道鞠躬，坤道